专家有智对慧。对，咱两个观念拢同款。赞的赞的啦！请问，真侪人拢有挂耳高，啊，华语咧讲叫做穿耳洞，啊，咱台语若讲是要安怎讲才对？鸟耳康是 K 嘛，所以是 A 跟 B，A 跟 C。姑姑讲更耳啊呢？更耳啊，姑姑更耳啊无？更耳啊。哦。对对对，更耳啊，啊，更耳啊，更样，啊，更样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，我的答案是 C， 更耳啊。跳波比。第一个个耳康，伊是一个名词，伊其实是个人康，嘛人安尼讲吼。然后迄个第二个是咬耳康，当然咱用耳鼻啊咧咬耳康，啊迄个物件咬是即个动作嘛吼。再来是迄个更就是有撑过的感觉，所以风为外口更入来，也是讲咱即个为窗仔更入来。啊，然后咱有一句俗语叫做人爱驾驶，牛爱更天，所以咱你毋才会听话，啊，甲摕来咱的耳孔，才若要甲插过，你莫讲插耳啊，因为插干那安尼插尔，啊，其实咱是有更过，你可以当到耳高伫顶悬。